后来，这个宜兰罗东有5个人确诊，现场咧做大消毒。咱回头来看这个华航甲诺富特饭店，目前总共有36个人确诊。指挥中心来宣布着清零计划2.0，机组员大规模调回来检疫，延长到14天。不过，指挥官陈时中1礼拜前才讲甲真肯定，讲若甲这个检疫延长到14天，华航就要关门咯。结果1礼拜后煞来改喙，讲要加强检疫，嘛互外界来担心讲，这波困住的疫情是毋是得要收袂掉咯？啊，因为这个华航现阶段有300外的机师已经咧做居家检疫，华航上新的声明讲未来一个月货运的运量会来减少到1外。啊，上新的影响是陪香港、澳门甲中国的货运线暂时先来停飞了。礼拜的港澳大陆都停止收货了，所以说这是最新的消息。哦，刚刚才说。起一个光随便看，华航两岸货运已经停飞啊，因为华航即马其实嘛无在调飞。指挥中心宣布，华航实施清零2.0，机组人员大规模调回检疫14天，等于停飞半个月。重点是都没有位置，都没有位置啊，那班次也砍了。有钱嘛无位，货运的计销嘛一直起。美国线报价伫华航清零2.0前每公斤是400块，清零后是500块，这是历史上的新天价。华航上新的声明是分组调派人力，唔是全面的停飞，目前估计影响差不多1外的货运的运量。我们也不能让它断裂。清零计划有遮大的变化，不过当外界质疑讲华航的机组人员检疫时间是不是要延长到14天的时，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伊讲：那4天我们大概华航就关了啦。因为伫7天后宣布华航清零计划升级2.0的变成14天的，嘛是伊多重的病毒会这样子被侵犯到，所以我们只要采用整个跟社区整个把它区隔开来。这个政策改变，会有人烦恼讲，敢是华航疫情强要顾袂掉啊？比推快，先卖力度伊快，拢总闭关较快。